10月27號起，九巴來往油塘同長亨嘅 X42C 線會喺青富苑加設分站。注意嘅係，途經青富苑往油塘同長亨方向嘅班次會係喺上晝10點之後開始。出年1月25號起，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嘅新修訂，巴士、小巴嘅乘客需要佩戴安全帶，違例者最高將會罰5000蚊同監禁3個月。港鐵正在試行無人機巡邏行車隧道嘅安排，為咗配合新科技嘅應用及增加巡邏效率，港鐵安排無人機巡邏金鐘站至到會展站嘅路段，去視察隧道內嘅結構情況。如果發現有異常，就會影相傳送影像做下一步跟進。港鐵強調無人機巡邏會同現時嘅人手巡查互相輔助，測試期會去到12月，反應良好嘅話就會擴展去到上水站嘅露天路段。港鐵主辦嘅站建鐵路展原定年底會完結，但因為反應良好，港鐵決定繼續展覽，並且加入新元素，例如將原本設喺九龍站嘅港鐵展廊移去鐵路展展出，令到觀眾耳目一新。由10月25號至到出年嘅4月24號期間，來往廣田村同聯合醫院嘅九龍小巴76號 A 線會調整服務。路線途經秀茂坪道之後，會改經曉光街同秀明道，再行返秀茂坪道，服務秀茂坪村一帶居民，收費就維持不變。美國阿拉斯加航空喺當地時間10月23號晚上，因為電腦系統故障，宣布全線停飛。停飛令到航班運作受阻，達到1個鐘頭10分鐘。航空公司向受影響嘅乘客致歉。今次係阿拉斯加航空第2次嘅服務中斷，會唔會俾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調查，仍然係未知之數。對上一次技術故障係喺今年7月，受阻嘅時間達到3個鐘頭，影響15000個旅客。多謝你收睇今集，鍾意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